DSE 2024總共有6題 MC Map Reading。第一題，只要細心留意就可以揾到答案。留意斜坡喺 Grid Square 裏面係大量出現，要熟讀圖例啊。第二題，只要將量角器放喺發射站，計算後就會得到答案。小心睇題目，唔好將量角器放錯位置啊。第三題，將城門谷公園劃分做2-3個幾何圖案，計算之後選擇最接近嘅答案。留意起呢張1:20000嘅地圖上，每一個 Grid Square 面積係1平方公里。由於城門谷公園佔地唔超過1個 Grid Square，所以 D 一定係錯。第四題，將河流用熒光筆畫出之後，就可以好容易揾到答案係 A Dendritic Drainage 樹狀水系。第五題，先喺地圖上畫出3個位置跟目標嘅直線，留意每條線上有冇比起點同終點更高嘅地方。如果有，即係代表起點同終點並唔能夠互相見到。根據等高線，山火瞭望台嘅高度介乎300同400米之間，而 Spot Height 393高度就係393米。呢兩點之間有超過400米嘅高山阻隔，所以兩點之間唔係 intervisible。第六題，第一項嘅耕地位置同第三項嘅電力供應都可以喺 Grid Square 裏邊簡單揾到。至於第二項，雖然地圖係有一條行車路，但留意右邊另一個 Grid Square 就會見到路上有 R 字樣，代表 Restricted Access。換句話講，汽車並唔能夠自由使用呢條道路，所以第二項係錯嘅。